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聖經咁樣記載：7日的頭一日，黎明的時候，那些婦女帶着所預備的香料，來到墳墓前，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，他們就進去，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。正在猜疑之間，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，衣服放光。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。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：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這裏，已經復活了。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，怎樣告訴你們說，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，釘在十字架上，第3日復活。當嗰啲婦女喺耶穌復活嘅早晨去到墳墓嗰處，佢哋帶住香膏預備膏耶穌嘅身體，呢啲係表明佢哋唔信耶穌話第3日從死中復活嘅顯明嘅事實。如果佢係信耶穌所講嘅第3日從死中復生，佢就相信佢嗰日去到一定唔再見到耶穌嘅屍體，佢就唔會帶住香膏。佢帶住香膏去就表明佢係唔相信主耶穌從死裏復活。但係當佢哋去到嘅時候，擋住墳墓嘅石頭已經碌開，佢哋入去唔見主耶穌嘅身體。喺懷疑嘅時候，有兩個天使呢話俾佢哋聽：你哋為乜嘢喺死人中揾活人？天使帶住一個責備嘅口吻話：你哋點解喺死人中嚟揾生人？你哋點解咁愚蠢喺死人中揾生人？耶穌已經唔喺呢處，佢已經復活。佢有一曾講過，佢必定死，釘喺十字架，第3日復活。呢個係神嘅仔，佢以復活嚟到顯明佢係神嘅兒子。今日特別喺教會當中，有好多嘅教友，佢都唔相信耶穌復活，佢都要受到天使嘅責備。你哋為乜嘢喺死人中揾活人？好多人係在死人中找活人，好多人在死嘅事中找生命。今日世界上好多嘅嘢，各種不同，有人信呢樣，有人咁樣信，有人咁樣講，有人咁樣，有呢個宗教，有嗰個宗教。但係我哋可以話呢啲一切都係死嘅，因為冇復活。我哋所信嘅主耶穌唔係死嘅主耶穌，乃係死而復活嘅主耶穌。所以我哋所信嘅係活嘅，唔係死嘅。因此我哋所信嘅係有盼望，唔係徒然俾人哋內心一啲嘅賄賂，良心上嘅一啲嘅賄賂，咁就算數。唔係徒然俾人一啲精神嘅寄託，唔係。我哋所信嘅主耶穌係活嘅、生嘅、有盼望嘅、有能力嘅，能夠改變人嘅生命嘅。我哋可以睇見好多真實信靠主耶穌嘅人，唔係就徒然個腦信咗、心信咗，時時去下禮拜堂祈禱讀聖經咁就算數。喺佢生命當中，你會揾到一樣嘢，有種活嘅能力，改變人嘅生命。所以我哋所信嘅係活嘅，我哋嘅主係活嘅主。你喺聖經路加福音第19章，嗰個稅吏長撒該就係咁，一個咁樣污穢、貪錢、為咗錢不顧一切嘅咁樣嘅人，但係當佢遇着主耶穌，當佢歸向主耶穌嘅時候，佢整個嘅生命完全嘅改變。
改變到點呢？佢對主話：主啊，我將我所有嘅一半嚟到俾個窮人，我若果訛詐過乜誰，還佢4倍。你睇到嗎？生命嘅能力喺撒該嘅身上顯出嚟。一個睇錢好似命咁樣嘅人，但係當佢接到主耶穌嘅時候，接到呢位活嘅主耶穌嘅時候，佢嘅生命完全改變晒。佢肯將佢最寶貝嘅命根金錢，呢個搬出嚟俾個窮人。以前都唔認識咩叫窮人嘅，只要錢。但係現今懂得窮人，曉得將佢最寶貝嘅拎出嚟。邊個肯打開佢嘅荷包？我要話，甚至到今日好多信咗嘅信徒都冇好似撒該咁樣改變得咁厲害，嚟到將佢嘅銀包打開，為着福音，為着人嘅靈魂獻上佢嘅金錢。我哋話我哋唔似撒該，但係撒該係一個深深得到主嘅人，佢嘅生命就係改變得咁厲害。我哋需要咁厲害嘅改變，實在神能夠使人咁厲害嘅改變，除非我哋唔願意，我哋限制神嘅手。但係我哋所信嘅主係活嘅主，能夠將人嘅生命完全改變，前後兩個人。我如果呃過邊個，還4倍，你好緊要噶嘛？呢啲係用行動上嘅表現。錢啊，睇一個人對錢嘅態度咧，我哋可以睇下呢個人咧嘅改變。以前好多人守財奴，但係當佢信咗主之後，佢肯拎佢嘅錢，辛苦得嚟嘅錢，為着教會，為着福音嘅廣傳，為着人嘅靈魂得拯救而獻上。呢啲係一種講唔出嘅能力，呢種能力係從活嘅主嗰處出嚟，唔係從死嗰處嚟，活生活嘅。大概你都聽到慣，保羅成為使徒當中一個好出名。保羅未人歸主以前叫做掃羅，係逼迫信耶穌嘅人，拉佢哋，強迫佢哋講褻瀆嘅話，甚至到殺死佢哋。但係當佢碰到呢位主嘅時候，活嘅主嘅時候，佢嘅生命完全改變。佢都未人離開大馬色，佢已經喺嗰處嚟到傳講嗰一位佢也曾逼迫過嘅救主耶穌。人就話：哎呀，呢個掃羅入到大馬色，豈唔係要拉嗰啲信耶穌嘅人，捆綁佢哋翻去耶路撒冷，迫害佢哋，殺戮佢哋咩？但係為乜嘢現今佢要傳揚佢哋逼迫嘅主耶穌呢？佢改變咗啦，佢完全改變咗啦，活嘅生命。直到以後保羅為主嘅名嘅緣故，甚至到死，犧牲佢嘅生命，唔顧佢嘅血，唔顧佢嘅頭顱。乜嘢能力使到人有咁樣嘅改變？係學問咩？係知識咩？係金錢咩？係道德咩？唔係，係呢位活嘅救主耶穌。呢種嘅能力，呢種嘅改變，呢個咁嘅生命，唔係從死人中得嚟，唔係從死嘅事中得出嚟，係從呢位活嘅救主身上得嚟。所以今日我哋所相信嘅唔係一位死嘅救主耶穌，我哋今日所接納嘅係一個死而復活、有大能勝過死亡嘅呢一位救主耶穌。佢能夠改變人嘅生命，佢能夠使人嘅生命發光。單單講呢個講嘅人，如果唔係呢一位活嘅救主改變佢嘅生命，我今日都唔會喺你嘅面前嚟到將呢位活嘅救主介紹俾佢哋。我勸你脫離一啲死人嘅道路，我勸你唔好再花你嘅金錢、體力、精神喺死人中揾活人，喺死嘅事情中揾生命。有人積極重用佢嘅力量，想修心行善，想做好，想改良，想好嘅道德，想話解決人嘅罪，得永生。你太過花費，你太過枉然。你為乜嘢喺死人中揾活人？轉過嚟接受呢位活嘅救主耶穌，唔使喺呢啲事花精神
花時間，唔使喺呢啲事努力，好似天使責備嗰啲婦女，你哋走嚟墳墓處揾嗰一位活嘅主耶穌，嗰個墳墓能夠拘禁呢位活嘅主耶穌？呢個墳墓能夠拘禁神嘅兒子咩？佢係生命嘅源頭，佢自己有生命，佢又能夠使人有生命。耶穌話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嘅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睇下，聽下，呢啲係乜嘢嘅說話？充滿咗生命活力。耶穌係活嘅救主，能夠使死人復活。耶穌係活嘅救主，能夠使我哋呢啲死喺過犯中嘅人活過嚟，成為神嘅兒女，活嘅賜我哋永生。所以朋友，你為乜嘢在死人中找活人？你應當轉過嚟接受呢位救主耶穌，佢係活嘅救主，佢有活嘅能力進入你嘅心，佢要改變你嘅生命，佢要除去你嘅過犯，佢要使你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佢昔日點樣改變撒該，佢今日能夠改變你；佢昔日點樣改變保羅，佢今日要改變你；佢昔日點樣改變我，佢今日亦都要改變你。佢要使你成為一個活人，行走永生活嘅道路，服侍永生活嘅神，使你嘅生命有光，使你喺地上嘅人生有意義，將來進入神嘅家，永遠蒙福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